文字嘅力量真係非常之強大，就算只係留喺房裏邊睇書，都好似已經去咗世界各地。長大之後呢，去到一啲曾經喺文字邊睇過嘅地方，嗰種感覺真係特別嘅深刻。今年嘅書展主題係文創傳承，旅悅人生。我希望可以透過閱讀帶大家遊歷世界各地嘅文化，再用文字記錄人生每一段嘅旅程。中國歷史好源遠流長，我哋可以透過唔同嘅文化載體，向世界展示個東方美學，亦同時可以了解古人嘅生活品味。今年書展有8個唔同嘅主題講座系列，超過100場嘅講座。我哋會喺國際視野講座系列裏邊同大家分享金魚嘅演變同文化嘅傳播。期待到時見到大家啦！傳統文化最重就係一代傳一代，粵劇都係一樣啊！今年書展嘅兒童天地有好多種類嘅益智書本，仲有嘉賓同小朋友講故事。至於我呢，到時都會喺書展同大家分享香港粵劇藝術文化嘅傳承，記得嚟支持啊！我有去。香港係中西文化交融嘅大熔爐，唔同背景嘅人喺度生活，一磚一瓦都承載住歷史記憶同埋文化故事，串聯起大家嘅回憶同埋情感。今年書展嘅世界文藝廊以揭開文學深度遊為主題，邀請讀者從香港出發，用文字做橋梁，由本地連結到世界，一齊閱讀文學、城市同埋生活，展開一段文化之旅。今年名作家講座系列將繼續邀請多位著名華語作家進行分享交流，到時候我也會分享我的寫作心得，希望大家可以走進文學這個迷人的世界。The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Reading Seminar Series brings together authors from different place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I will also be joining the event to share my own creative experience.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here. 香港呢個地方咧，真係好特別嘅。呢度可以揾到世界各地嘅文化同埋古仔。我哋就未必可以隨時去旅行，但係打開本書咧，一樣可以走萬里路。今年適逢香港貿易發展局成立60週年，到時我會喺書展聯同藝術家同100位小朋友一齊畫出香港嘅變遷，用畫筆記錄城市嘅記憶，將文化傳承延續落去。從香港閱讀世界，文創傳承，旅悅人生。7月15至21日，香港書展，到時見。